今天大会的主席，也是我们藏研会的主席，这个堪布晋美仁波切，我们这个蒋衮格尔底仁波切，贾杰蒋康丘祖仁波切，贾杰堪祖丘能仁波切，以及我们在座诸位仁波切，以及我们江理事长，我们诸位贵宾，还有我们中国佛教青年会的理事长，大家早安，大家扎西德勒。首先，我个人很荣幸能够应我们这个堪布晋美仁主席的邀请，那么来参与今天的盛会，感到非常的荣幸哦。那么看到大家，让我也感到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我这一辈子有这个因缘，能够跟达赖尊者结缘也很早。我个人到印度去，朝圣也有20几趟，那么能够有在印度、在美国、在不同的地方，都能够有这个机会，跟我们达赖喇嘛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，尤其是他接受我们净心长老的邀请，那么到台湾来弘法。当时我就担纲了这个组里面的他的文宣组，他所有的接受媒体的采访都是我负责安排的。后来加勒敦珠从美国打电话，约我到香港机场见面，那么谈就是说对这个尊者在整个弘化工作上面，那么希望能够有一点帮助。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身为佛子，只要是弘法的工作，我们都应该是责无旁贷。那今天呢，听到我们3位这个仁波切的高论，我也很感动。所以呢，我以下我就记下了以下几点呢，要跟大家来做分享。那么第一个呢，就是说，我代表中国佛教会，代表台湾所有的佛子，或者说我代表台湾的人民，感恩我们所有的仁波切，你们这个远从西藏也好，印度也好，不同的地方来到台湾，关心台湾这块土地，关心台湾的人民，弘法洒甘露，所以呢，你们的辛苦，我先代表台湾的人民，台湾的佛教界，对大家表示无限的感恩，谢谢大家。那么今天，能够办这一场，我们堪布晋美仁波切呢，他去看了我几次，那么当中里面也为了大家留台签证的问题，那这个问题呢还好，就是由慈济的这个成员介绍了有关的政府官员，那么能够先帮大家解决。我也跟主席报告，如果还有困难，需要我用到我的地方，我也可以帮忙关心一下。我现在目前也是内政部的
宗教咨询的委员，那不管是跟我们习部长、内政部的习部长，或者有相关的这一些官员呢，多少还有一点点的互动关系那大家如果有下午，你们可以好好的研究研究，因为过几天内政部还邀请我们要参叙，那这个参叙呢，我也一直跟政府表达，希望他们能够懂得尊重宗教，怎么样尊重宗教能够自主，但是我们要向政府争取宗教自主，首先我们要先能够自主，我们能够自立，我们能够自己成熟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自主，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自立，我们如何取得了政府官员对我们的尊重？所以呢，今天办的这一场这个论坛，它就非常这个有深层的意义。那么我要提出2点来就教大家。第一点呢，也就是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借着弘化的因缘而到了台湾来。到了台湾来，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借着我们藏研会的这个平台，把大家能够结合起来，彼此互相的交流、互相认识、互相关怀、互相帮忙，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大家能够有今天的这个弘法论坛，我们身为佛子所学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成佛。我们在没有成佛之前，我们本身的学佛的次第，用华严经来说，我们必须经过52个次第，我们才能够成为完人，也才能够成为佛陀。所以在整个的学习的过程当中，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如何自立，如何自觉。自立自觉，刚刚前面3位仁波切也都讲得很多。那么我们从远方到台湾来，我们第一个如何把我们本身自己一个弘法的形象，把它给展现出来。因为我们可能是随着文化的这个不同，所以很多仁波切、很多的喇嘛在台湾的这个弘法过程当中，也产生不少的误解。那像我跟净美仁波切也常常在关怀到，我们盐山捷运站前面就有很多的标语，就是说，这个喇嘛不是僧人，喇嘛什么？我是觉得说，像这一些误解的问题，有机会应当也去沟通，把这一些不必要的这个障碍能够给予排除。如果有需要，我们能够共同参与的地方，希望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参与。但是我们要排除别人对我们的误解，首先我们如何把我们自己的本分、尽我们的责任，我们把它做好。所以学习呢，第一个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把我们一个僧人的，我们一个出家人的身份，我们的形象要照顾好。那么佛陀为我们制定了这么多的戒律，戒律虽然叫做世间悉谈，戒律是一个道德的形象，但是它是随顺不同地方风俗民情而有所不同。但是我们必须了解，不管再怎么不同，它主要的精神，第一个重戒
佛陀为我们制定的众戒，目的就是降伏我们自身的烦恼。所以，众戒是我们本身身份的根本。第二个，我们所谓的维系戒，或者叫做威仪戒，或者叫做清戒，它本身就叫做公众戒，是因完成你本身自己的威仪，你本身不犯威仪，让众生看到你能够起恭敬心，因为对你起恭敬心，相对的你说的话、传的话，它就能相应。所以呢，这个戒律的这个部分的话呢，那么也是我们的生命的根本。那第三个的话呢，就是说我们本身自己如何受用佛法，提升我们本身自己的内涵，能够降服自己的烦恼，断自己的习性，断自己的习性。那么，你能够呢，学习怎么样能够知己知彼，怎么样能够依不同众生的根性，施以适当的教化，对不对？要在做这个工作的话，第一个语言是王道，语言。所以大家借着能够在台湾的这段时间里头，能够多学习这个台湾的语言，或者叫做华语。我常常在讲，我们南传能够国际化，我们藏传能够国际化。国际化，首先我们要感谢的是达赖喇嘛尊者，他本身自己能够有远见的，带动的我们本身藏族的精英，到世界每个地方去播种，每一个到的任何一个地方，展现了你的道心，展现了你本身学习的旺盛的企图心。每一个人本身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学习的，完全跟地方接轨，完全跟文化融合，能够用当地的语言去做弘化。你看我们有多少的仁波切在美国，他本身可以用英文直接的弘化，所以他能度很多的洋人。我在印度朝圣的时候，也常常碰到有仁波切一代100-200个人都是洋人，我们看到我们就非常的敬仰。所以呢，在这一点上面，我们也可以大家彼此能够呢，就是这种模式，也在提醒大家，就是到了台湾，不管你在台湾的任何个角度，我们能够学中文，能学台语，相信您在弘化上面，它会有绝对的加成作用。那虽然现在目前我们刚刚这个讲滚格尔底仁波切提到疫情的问题，这个疫情的问题主要就是人心的问题。这个人心如果本身自己有所谓的伦理道德的观念，大家不为恶，不造恶业，没有人祸就不会有天灾。所以要解除所有的天灾，唯有我们从每一个人的人心上面去下手，去能够转所有的众生的烦恼，才有解决根本问题的这个作用。所以呢，大家的辛苦，我们能够结合一起带动大家起善念，多修持，不但我们自己受益，也同时能够让众生受益。这个善的能量提升了，地球上的灾难就会减少。所以我们中国佛教会，以及我们持法禅寺，为了要能够关心这个国际的疫情的问题，我们也在规划，在11月份，我们将要办第5届的药师佛文化节，第6届的药师佛文化节，借着这个因缘，希望能够为世界的祥和，为人类的安乐来做祈祷贡献。
那么能不能办，这个已经不重要，因为我们在这之前，我们希望先跟大家募集大家的修持，希望呢借着大家同心同愿、同样的心念，念药师经、持药师咒、念药师佛的心念，来转眼前的所有的灾难。但愿人众极疫难，世界叛逆难的他国侵逼难，或者叫做过时不已难等等的灾难，都能在我们本身共同的修持祈祷之下，能早日能够解除。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我听到今天大家这个仁波切们的高见，看到大家今天这么样的这个热心的参与今天的活动，我也很感动哦。那虽然说我们因为不同的因缘，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了台湾，我们就像一家人，我们都是佛陀的弟子，我们也就是一家人。虽然不同的因缘让我们成熟在不同的教派，但是不要忘掉，我们共同的父亲就是释迦牟尼佛，所以我们学习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。所以你可以有你本身不同教派的这种认同，但是我们绝对不要有不同教派的围墙，我们要打破这个围墙。我们就是佛陀的弟子，我们就是弘扬佛法，我们本身是一家，我们应该团结，共同为佛法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发光发热，能够法轮常转，能够遍洒甘露来做努力。以后不管在台湾大家有什么需要，我们能够参与、能够关怀的，乃至于在国际社会上面的弘化上面有需要我们能够共同参与的，希望我们能够不缺席。那我虽然还有几点想要跟大家分享，但是因为占大家太久时间，不好意思，我就仅以上的观念供养大家，敬请大家指教。最后这个祝贺呢，我们今天的论坛能取得圆满的成功。我们祈求佛陀能够加持我们，这个达赖尊者，我们本身的这个讲滚格尔底仁波切，我们的这个讲康丘祖仁波切，还有我们堪祖丘能仁波切，在座诸位仁波切，我们江理事长，我们所有的贵宾，都能够这个法体安康，能够法轮常转那么也祝福我们每一个所有的心愿都能早日成就。感恩大家，谢谢大家。